大家好，歡迎嚟到籃球研究室，我係飛佬。呢段片首播嘅今日，正正就係2025年12月25日，聖誕節。不如我哋講下一個比較輕鬆嘅話題，呢個就係籃球與聖誕節之間嘅事。籃球一個係全球最受歡迎嘅運動之一，聖誕節一個係全世界最具溫情嘅節日。相信大家睇唔到籃球同聖誕節有咩直接關係，但係佢哋都有一個共通嘅核心：團結、交流同喜悅。如果我哋深入了解，就會發現籃球嘅誕生竟然就與聖誕節有某種微妙嘅關係。故事要由130幾年前講起，時間係1891年冬天，地點嘅美國麻省一間叫 Springfield YMCA 嘅學校。冬天嚟到，天氣又凍又落雪，學生冇辦法出去踢足球或者打棒球，成日困喺室內，又悶又燥。當時學校嘅體育老師，一位加拿大人叫詹姆士·蒿內史密斯，就收到校長委派嘅任務，要嚟設計一種新嘅室內團體運動。一方面可以令學生保持運動量，另一方面唔會太激烈撞傷人啊。萊史密斯思考幾晚，就攞到用一個高高掛喺牆上嘅目標，喺代替地面入門嘅玩法。於是嚟揾咗2個圖籃，掛咗喺體育館兩邊，然後用足球當比賽時嘅波，再定出咗13條簡單規則。佢叫學生分成兩邊，各有9個人。比賽目的就係將個波抌入對方個籃。就喺世界上第一場籃球比賽誕生嘅嗰一日係1891年12月21日，離地接近聖誕節，所以可以話籃球其實係喺聖誕節氣氛之中誕生嘅運動。當時萊史密斯可能都冇諗過呢個冬天俾學生娛樂嘅小遊戲會變成今日影響全世界嘅運動。每逢聖誕節臨近，佢都會俾人提起，因為籃球嘅誕生日就咗呢個充滿愛與分享嘅季節。去到20世紀初，籃球開始越嚟越流行，因為規則簡單、場地細 ，YMCA 將佢帶到全美國各地，甚至傳去外國。1900年代，美國學校同教會都開始成立籃球隊，由套籃變成有籃板、有網、有規範場地，籃球逐步成型。一到聖誕節， NBA 都有一個特別嘅傳統，叫 Christmas Day Game。每年聖誕節當日都會安排幾場焦點大戰。對球迷嚟講，聖誕節除咗交換禮物同家人團聚之外，仲有一樣嘢一定唔會錯過，就係開電視嘅籃球。球員着上聖誕特別版球衣，球迷戴聖誕帽應援，全場氣氛熱鬧到不得了。籃球嘅聖誕節已經唔只係比賽，佢係節日文化嘅一部分。我哋不如再攞深一層，點解籃球咁受歡迎？佢同聖誕節精神有啲咩共通點？第一就係團結。籃球5個人上場，要互相信任、互相掩護，冇人可以1打5贏晒。每個人都有角色，有人傳波，有人防守，有人射波。就好似聖誕節入邊，家人朋友一齊團聚，唔係講個人，而係講我哋。籃球教我哋個體雖重要，但係團隊成就遠大於一人。第二就係分享。喺籃球場上，傳波永遠係比進攻更美嘅一刻。當你見到隊友有更好位置，你選擇分享唔貪功，呢份情緒其實就係聖誕精神。聖誕節代表分享愛、分享時間、分享關懷。籃球亦教我哋學識分享機會、分享勝利，甚至分享失敗。第三就係喜悅同希望。無論係聖誕燈光閃爍時嘅溫暖感覺，定係球入籃網刷一聲嗰種快感，都令人心中充滿希望。籃球帶俾人哋唔只係運動成就，更係重燃信心。喺困境中，團隊精神可以令我哋再次起飛。呢個就係聖誕傳遞嘅信息。無論幾凍幾黑暗，光都會再次出現。講到今日，籃球已經成為全球語言之一。無論你去美國街場、非洲小學、香港公園，甚至北歐雪地，只要有個籃筐、有個波，大家就可以打成一片。
籃球無國界，正如聖誕節嘅愛無界限。兩樣都不斷提醒我哋，人同人之間嘅交流係可以超越語言、文化同膚色。我哋不妨睇下，如果喺內史密斯嗰年冬天喺 YMCA 體育館入邊嘅圖欄，今日嘅籃球會唔會存在？又如果喺聖誕節呢項運動會唔會有咁濃烈嘅團結味？可以話籃球嘅誕生就似聖誕節送俾全世界嘅一份禮物。佢唔單止帶俾我哋運動快樂，更教識我哋咩係合作，咩係信任，咩係尊重對手。所以今個聖誕節，當你喺 NBA 比賽，當你聽聖誕歌，或者行過街見到聖誕燈光時，不妨記得籃球同聖誕唔只係節日同運動咁簡單，乜嘢都係提醒我哋共享、團結、快樂、希望，同時間亦鼓勵我哋珍惜身邊同我哋一齊打拼、陪我哋笑嘅人。最後，用一句內史密斯當年講過嘅說話，同大家分享咗對籃球嘅理解。籃球嘅目的唔係競爭對手，而係培養友情。聖誕節都係咁，唔係禮物幾貴，而係心意有幾真。希望今日大家聽完，可以喺未來嘅生活入邊，都好似籃球一樣，追求團隊嘅默契，傳遞愛，分享喜悅。最後，祝大家聖誕快樂，日日都有籃球般嘅熱情，亦有聖誕般嘅溫暖。多謝大家，我哋下集見。